楊善，佢喺中國解放之後從廣州嚟到香港，佢本身係著名演員張瑛嘅影迷，後來喺1959年，佢成為張瑛第4任妻子。楊善本身對拍戲有濃厚嘅興趣，同張瑛結婚之前，佢幾乎發夢都諗住拍戲，而且係一個標準嘅戲迷。及後嫁咗俾張瑛之後，張瑛知道佢太太非常渴望演戲，所以就俾機會佢嘗試。於是楊善終於得償所願。楊善最初加入影壇，曾經以金碧作為佢嘅藝名，後來先改回楊善。而佢嘅銀幕處女作就係1959年嘅《金山大少》。1960年8月9日，楊善喺九龍法國醫院為張瑛誕下兒子張樹輝。後來佢哋嘅兒子亦都曾經加入電視圈，藝名係張偉。而楊善亦都一直同張瑛同第一任妻子所生嘅女兒張慧雲感情相當要好。楊善喺《金山大少》初露頭角之後，不論行內人定觀眾都覺得佢嘅條件足以成為一個有潛質嘅演員，所以喺佢產後好快就有機會再拍攝電影《金粉世家》。喺《金粉世家》試影嘅時候，光藝電影公司嘅導演陳文、中聯電影公司嘅劉芳同埋新聯電影公司嘅魯敦都話，今後真係要多啲請張瑛嘅太太拍攝電影。所以楊善好快就再有機會參演《滿江紅》同埋《血手鞋》呢啲電影嘅演出。當時楊善嘅演技已經日趨成熟，因此電影上映之後唔單止叫好，亦都叫座。1962年，楊善喺豪華電影公司拍攝嘅電影《千方百計搶財神》中飾演譚蘭卿嘅兒甥女，片中美艷嘅扮相令到觀眾非常難忘。去到1964年，楊善已經參演過差唔多30出電影嘅演出，但係拍戲嘅辛苦實在係觀眾唔能夠領會。楊善入行冇幾耐就已經領略到個中嘅滋味。不過楊善雖然弱質纖纖，但係由於佢戲癮大，所以佢一直死頂，而且事事都非常認真，絕不苟且。點不知楊善越認真就越辛苦，因為佢體力漸漸有限，佢覺得自己健康越嚟越差。而張瑛有見及此，亦都建議佢為健康着想，應該放棄拍戲。而當時楊善認為自己未過夠戲癮，所以佢唔想放棄。後來佢終於發覺自己身體非常唔妥，佢經常失眠，而且日漸消瘦。每拍一部電影，除非靜養一段時期，否則佢唔能夠復原。由於咁樣，楊善立刻向老公投降，答應放棄拍戲，以後專心在家享福。退出水銀燈下生活嘅楊善，經過2個月嘅休養同埋去旅遊之後，佢嘅健康終於完全復原，容光煥發嘅楊善終於稍為發福。而閒來無事，楊善就同已經宣布收山嘅白燕同埋任劍輝、白雪仙一同消磨時間。1966年，邵氏女星杜鵑婚後曾經一度同丈夫雷啟成搬嚟雷家大宅，居住喺九龍。當時好多人都揣測當中係咪有咩複雜嘅原因，但係後來杜鵑表示只係為咗方便往返邵氏片場拍攝電影。而佢哋所居住嘅屋，原來業主就係楊善。杜鵑以每月650蚊租住呢個單位，而房租亦都包括家私在內。1968年，楊善宣布同張瑛離婚。文愛蘭，原名文愛娟，1944年喺香港出世。佢屋企只有父親同埋一位哥哥，而佢母親就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過世。
1959年，有3個熱心社會嘅人士組成巴黎影業公司，佢哋嘅目的係拍攝一啲製作認真而又有教育意義嘅電影。《花戰記》就係巴黎影業公司嘅創業作品，由鄧碧雲、羅劍郎、鳳凰女、蘇少棠、李香琴同埋半日安合演，而呢部電影亦都係文愛蘭首部參演嘅電影。佢初登銀幕，由於長相精乖伶俐，加上有一雙圓圓嘅眼睛、苗條嘅身段，而且初次演出亦都中規中矩，當時被認為大有前途。1961年，文愛蘭加入邵氏電影公司，簽咗7年長約，曾經以文英呢個藝名參與演出，而佢亦都係邵氏非常器重嘅女星之一。文愛蘭學過北派，而且舞台功架亦有啲根底，所以邵氏認為佢喺武俠片方面應該非常有發展嘅空間。當時文愛蘭呢位新晉嘅玉女嘅私生活被譽為充滿神秘感，原因係佢平日除咗同影圈中幾個知己好友，例如張燕、邢慧同埋陳小平交往之外，佢從不接受其他朋友嘅約會。所以當時有人形容佢性格端莊拘謹，而且不善競爭。佢平日只係鍾意編織同埋搭渡海小輪。而喺電影世界入邊，文愛蘭最擅長飾演小家碧玉、鳳門淑女同埋富家小姐呢啲角色。加入邵氏之初，文愛蘭拍攝咗唔少優質嘅電影，包括《慈母手中線》、蘭閨四鳳、芳谷恩仇記同埋第二春。值得一提係當中嘅蘭閨四鳳係由於林鳳辭演，所以文愛蘭就接演咗呢個角色。另外，白燕同埋文愛蘭喺《慈母手中線》呢部電影係初次合作。白燕對呢位新人極為欣賞，佢讚賞文愛蘭外形好，具備演戲條件，而且人又聰明。白燕除咗經常指導文愛蘭演戲之外，佢亦都鼓勵文愛蘭。佢話如果佢肯不斷學習，努力自愛，將來一定非常有前途。除咗咁之外，白燕仲話希望有一個好似文愛蘭咁嘅女兒。文愛蘭聽到之後都非常感動。佢話白燕嘅一番說話令到佢想起佢好早已經過世嘅母親。佢話假如有一日佢真係成功嘅話，就已經係報答母親嘅一種辦法。由於邵氏公司喺1963年改組，開始注重拍攝國語片，而本身國語講得非常好嘅文愛蘭，亦都拍攝咗一部國語片《杜鵑花開》。喺片中，佢飾演杜鵑嘅妹妹，演技大受好評。當時電影導演周思祿曾經講話，文愛蘭將會係一個國粵語片雙棲嘅影星。可惜後期文愛蘭被投閒置散。1964年，文愛蘭提前同邵氏公司解約，恢復自由身，開始有機會拍攝其他電影公司嘅電影，例如信誼電影公司嘅你情我願，同張英才同埋麥基合作。另外喺華僑公司嘅女美人又可以同南紅合作。而喺龍鳳影業公司開拍嘅《女人世界》呢部影片中，文愛蘭同呂琪被電影公司塑造成熒幕情侶。可惜始終文愛蘭嘅發展未如理想。佢後期參演嘅電影包括有《女人的秘密》、《枕邊驚魂》、《別水驚魂》、原來我父兄、兩個老襯變冤家，而最後息影前嘅一部電影就係《鎖麟囊》。林丹，佢加入電影圈之前，曾經係粵劇二幫花旦。1958年，林丹加入七喜影業公司，成為基本演員。自從佢喺佢嘅處女作《一夜三更天》初露頭角之後，佢嘅演技同埋歌唱技巧令到圈中人
認為佢係一個最有前途嘅新星，於是七喜影業公司就立即成誓同佢再簽下一張2年嘅電影合約，而且捧佢為女主角。第一炮就係火拍新馬師曾拍攝一把傳中劍。一把傳中劍呢部電影喺上映之後創下咗輝煌嘅票房紀錄，林丹可以話係一夜成名。而當時報章以生肉蛋形容林丹，因為佢形象美艷，歌聲甜美，而且身材曲線玲瓏，有香港張頌文同埋金桑子健美女星之稱。之後佢再以女主角嘅身份為七喜影業公司拍攝咗6部影片，之後就迅速走紅。有人話林丹之所以咁快紅，係因為佢非常幸運，得到各方嘅紅伶影星襯托而得到嘅結果，例如一把傳中劍、拉車得美、陳村中三季水觀音、兩傻擒凶記就得以同靈王新馬師曾合作。第5部影片無兵司令就同張瑛同埋梁醒波合作，而第6部一命三兇手就同吳楚帆、白燕合作。無可否認，林丹雖然係幸運，但其實佢都係一位非常勤力好學嘅藝人。佢喺拍戲以外嘅時間，仍然不斷努力喺各方面學習，包括唱歌、鋼琴、英文同國語等。所以當佢得到一個機會同何非凡合演《戰國佳人》嘅時候，好多人睇過呢部戲都話林丹外形好，而且唱做俱佳。當時甚至有人形容佢同何非凡嘅演出可以算得上係珠聯璧合。由於林丹主演嘅電影唔單止喺香港賣座，喺星洲亦都創下輝煌嘅票房紀錄，於是喺1961年，新馬師曾邀請林丹一同登台。可惜去到1963年，林丹喺發展上遇上唔少波折，佢比同期而且亦都係用大老倌配合而走紅嘅吳君麗迎頭趕上，佢被逼退居至第2女主角嘅位置。例如咖啡女郎、噱頭世家、老婆萬歲同埋改旗添丁呢啲電影，林丹已經唔係戲中嘅第1女主角。由於電影發展唔理想，1964年林丹希望到星馬走埠登台，佢透過一個中間人喺一個舞會上認識咗即將赴台嘅陸運濤。本身性格樂於助人嘅陸運濤亦都有意成全林丹嘅願望，可惜最終因為陸運濤喺台灣遇上空難，令到林丹走埠嘅一事成泡影。1967年林丹拍攝完佢最後一部電影《苦海驕兒》之後，就正式息影。上官君惠原名莫偉興，1934年出世。佢生長喺一個幸福嘅廣東家庭，而且有好多兄弟姊妹。上官君惠係同濟中學嘅初中學生，喺就讀期間，佢成績非常優異，而且佢亦都對話劇有濃厚嘅興趣。佢曾經參加過戲劇比賽，獲得初中組個人演技獎項。上官君惠除咗喜愛中國文學之外，佢都非常喜歡運動，例如打波、游水、芭蕾舞同埋耍劍。後來佢轉升南華中學就讀高中班，畢業之後就喺該校擔任幼稚園教師。1953年，只係得19歲嘅上官君惠打敗咗幾百個新人，獲得永茂電影公司聘為基本演員。《風塵俠犬》就係佢首部參演嘅電影，而且亦都係戲中嘅女主角。1955年喺上官君惠拍完《人海藝妓》呢部片後，永茂電影公司嘅老闆勸佢辭任教職，但係當時上官君惠認為目前嘅拍攝時間佢仍然可以適當分配，所以佢唔捨得離開一份佢經常可以對住一班天真活潑細路仔嘅教師工作。上官君惠外貌漂亮爽朗有氣質，身段適中，而且聲線悅耳，係當時影壇少見嘅一種女演員。而原來佢本身唔鍾意打扮，
佢視化妝為約束，理髮為坐監。但係上官君惠一向被圈內人認為係一個守時同埋冇架子，而且工作態度認真見稱嘅演員。1957年10月12日，上官君惠同埋佢嘅丈夫林少華喺香港堅道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堂舉行婚禮，出席嘅影圈人士同埋親友非常多。而喺下午4時，佢就喺香港中環告羅士打大酒店設置酒會款待親朋好友。婚後佢就同佢丈夫喺麥當勞道一間小洋房居住，家居佈置古色古香。去到1960年，上官君惠已經為永茂電影公司拍攝咗30幾部電影，有《家教》、《化身兄弟》、《渡海花》、《飄零女》、《碧血劍》、《梨花一枝春大雨》同埋《黑夜奇冤》。喺永茂電影公司結束咗之後，佢就加入咗新源電影公司，拍攝咗《蜜月驚魂》同埋《書劍恩仇錄》。當時上官君惠嘅影迷唔單止喺香港多，而且外地亦都有無數嘅影迷。1962年，上官君惠決定改變佢嘅戲路，佢嘅角色形象開始多樣化，既能夠演賢妻良母，亦都可以演惡毒婦人、幫兇、老千同埋騙子等大角色。上官君惠共參演過60幾部電影，而當中最令人深刻印象嘅有《可憐的媽媽》、《追妻記》、《峨眉三劍俠》同埋《大夫之家》。1964年，上官君惠更加參加咗香港話劇團，演出《72家房客》，擔任第一女主角。1967年，因為粵語片吹淡風，而且電影質素每況愈下，上官君惠當時每年最多只可以以部頭形式拍攝2部電影，每部3500元。於是佢決定同新源結束合約關係，而適應作就係真假兇手。1967年，上官君惠加入咗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擔任幕後配音工作。佢配嘅多數係外國嘅影片。當時有人問佢係咪以後都唔拍電影，佢坦誠咁講，佢暫時希望集中喺配音工作方面發展。對於電視，佢亦覺得比拍電影更加有興趣。1968年，上官君惠曾經參加過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處境劇《太平山下》。1971年，上官君惠參演麗的電視嘅長篇電視劇《梁上君子》同埋《偽君子》。2011年9月30日，上官君惠喺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病逝，享年78歲。